喜剧电影在电影市场可谓经久不衰，凭借着诙谐的台词、剧本、搞笑的表情动作，折服了一大批忠实的观众。那么，2024年最新上映的喜剧电影有哪些？2024年代上映喜剧片哪部最值得期待？下面细说，小编就根据 CN10CNPP 大数据，为大家分享2024年最新喜剧电影排行榜。除了正在热映的喜剧佳片，还有不少正待上映的喜剧新片，看看你最想看哪部？动物园里有什么？动物园里有什么？是由安小满执导，包贝尔、潘斌龙、贾冰、常演、梁颂晴、王岳婷等主演的一部以动物园为题材的喜剧电影，于2024年1月12日全国上映。该片讲述了一个打工社畜突然接手濒临倒闭的动物园，他试图与奇葩员工们完成一场令人匪夷所思的动物园营业计划的故事。红毯先生，红毯先生是由宁浩执导，刘晓丹、王昂编剧，刘德华领衔主演，瑞玛席丹、丹丽文、林熙蕾、周伟、刘依玲等出演的喜剧电影，于2024年2月10日在全国上映。该片讲述过气香港明星为了重新翻红，与某国内大导演合作影片《乡村教师》，他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却因为傲慢引发了一系列不可收场的闹剧。热辣滚烫，热辣滚烫是由贾玲执导，孙吉斌担任编剧，贾玲、雷佳音、李雪琴、张小斐、乔杉等主演的喜剧电影，定档2024年大年初一上映。该片讲述了自甘堕落的乐莹每天宅在父母家中，因与妹妹发生矛盾，遂离开家寻求独立生活。在经历了种种波折和伤害后，慢慢发觉拳击这项运动貌似能给他的人生带来些许变化。飞驰人生2，飞驰人生2是由韩寒执导，沈腾、尹正、范丞丞、张本煜、孙艺洲等主演的冒险喜剧片，定档2024年2月10日上映。该片剧情承接第一部，讲述那个不想输的张弛留下了巴音布鲁克永远的王的传说，归来的只是一身伤病，想躺平赚点钱的驾校陪练张弛，可惜天不遂人愿。经过众人一番晓之以利动之以钱，张弛和朋友们重组车队，跌跌撞撞的再次奔赴最后一届巴音布鲁克。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是由丁晟执导，杨幂、于谦、田雨、于艾蕾、李九霄主演的悬疑喜剧电影，定档于2024年5月1日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片讲述4个互不相识的人在戏院后台库房分赃，竟意外牵扯进一桩命案，一顿热辣滚烫的火锅翻滚着层出不穷的悬疑、贪婪和欺瞒，引发连环逆转，终于4人特殊身份渐渐浮出水面，神秘的真相也呼之欲出。还是觉得你最好2，还是觉得你最好2是由陈永生执导及编剧，邓丽欣、张继聪等人主演的喜剧爱情电影，于2024年2月24日上映。该片讲述由一桌6人到3场婚宴，3对情侣表面上看喜气洋洋，私下却都在痛苦纠结。虽然每人都在努力奋斗，希望对方能幸福，结果却发现是在好心办坏事，误会、关怀、猜疑、期望、怨恨、相爱。看有情人如何终成眷属。疯狂动物城2，疯狂动物城2是由拜伦·霍华德执导，杰拉德·布什编剧，基尼弗·古德温、杰森·贝特曼等配音的喜剧动画电影，于2024年11月17日在北美上映。该片为《疯狂动物城》的续篇，继续讲述警官秃朱迪和他的搭档胡尼克合作，共同努力维护动物城社会治安的故事。突破天际线，突破天际线是由 F. 加里格雷执导，丹尼尔·昆卡编剧，凯文·哈特、古古姆巴塔劳等主演的喜剧犯罪动作片，于2024年1月12日在美国网络上线。该片讲述塞瑞斯·惠特克率领一帮来自世界各地的盗贼潜入一架客机，力图在12000米高空劫走价值5亿美元的黄金。交叉是由李明勋执导，黄正明、连金雅、全慧珍、郑满之主演的韩国动作喜剧片，于2024年2月在韩国上映。该片讲述了原本是王牌特工的男主人公隐藏自己的过去，专心做一名全职主男，而他身为重案组刑警的妻子误解了丈夫的秘密，与他一同卷入一起巨大犯罪事件的故事。出门在外，出门在外是由范超、陈逸姿执导，包贝尔、李梦领衔主演，杨浩宇和蓝豆、于洋主演的犯罪西部片，于2024年1月26日上映。该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川西公路的荒诞故事，哥哥为了妹妹孤身查找真相，却意外卷入一个又一个阴谋之中，阴差阳错地上演了一幕幕啼笑皆非的闹剧。